大家好，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尋找燈貓嘅故事。兒子，準備好未啊？今日我哋將會啟程去探索中國嘅商機。爸爸，我好期待啊！我聽講中國嘅絲綢同外地輸入中國嘅丁香、玉豆蔻同玉桂非常珍貴，呢次旅行一定會非常精彩。大人，今次任務至關重要，我哋必須成功，咁樣有助葡萄牙喺亞洲繼續拓展貿易。我哋嘅影響力將會伸延到每一個角落，今次嘅探險將會成為歷史嘅一部分。隨住歐華利嘅話語，船員們開始忙碌咁樣出航，整裝待發。呢度就係燈貓，真係美麗嘅地方。想象一下，未來呢度將會成為我哋貿易嘅樞紐。外國人不得隨意登陸，請你跟我嚟，我將引導你哋去合適嘅地點。呢度有唔少貿易活動，嚟自琉球、東南亞嘅商人都會喺呢度交易㗎。葡萄牙發現燈貓，呢塊碑將會係我哋友誼嘅見證，亦都象徵住我哋嘅國威。明朝官府內，官員們神色凝重，台面擺住報告同埋地圖。葡萄牙人喺我哋嘅水域活動，必須要加強監控。我哋嚟呢度係為咗貿易，並冇惡意，希望可以同貴國建立友好嘅關係。我哋帶嚟咗好多珍貴嘅商品，包括白銀、原石等金屬品、胡椒、檀木、檳榔等香料、琥珀、象牙同埋珊瑚，希望可以互惠互利。外國人如果要喺呢一度貿易，必須要遵從我哋嘅法律，否則將會受到懲罰。我哋嚟呢度係為咗貿易，請你俾我哋和平共處。你哋嘅行為已經令我哋忍無可忍，如果再唔撤退，我哋不得不採取行動。我哋唔可以退縮，我哋需要一個港口，為咗國家堅持落去啊！衝啊！發射！衝啊！啊！我哋一定要撤退，咁樣落去，只會令雙方都付出慘重嘅代價。唔得啦！我哋唔可以俾佢哋奪走我哋嘅榮耀。撤退！保護好我哋嘅船隻。今次戰鬥，我哋暫時冇辦法獲勝。歷史學家並沒有得知歐華利嘅死亡原因。葡萄牙人敗走之後，有關佢嘅記憶就慢慢減退，成為歷史嘅一個注腳。